优雅台语水，上介好听是台语。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，互你听个上欢喜。欢迎收听阿正先来报道，我是当牛，我是阿正，是阿正老师。咱进前讲足济，这个足趣味的吼，迄应该是算啥？算俗语吗？无拄拄，无拄拄，所以咱会当甲讲这叫做惯习语。哦，惯习语，是俗语，俗就是迄款迄个熟悉熟。哦，熟哦，对，手语哦，我大家伊拢惯习咧讲的话啊，熟语的对啦，校长兼讲经啦，对，汽车关票讲啦，个咱真正讲迄个台东啊，吼，大陆妹啊，吼，大陆妹这拢是嘛，吼，是，所以老师今日要甲咱讲啥？今日要讲啥哦？咱今日想要来讲一个叫西中兼换贴。我知影什么意思，不过我袂晓解说。爱讲意思，什么意思？你简单讲就好啦。意思就是西中兼换贴，就是意思讲咱两个足好的，感情足好的。啊，我对你就忠心的嘛，吼，迄个意思嘛，就足感情足好的意思，对吧？那用今日话来讲啦，吼，就是咱少年时咧讲两个做麻子。对。哦，对不对？咱今日讲一句话，就可能讲做麻子的吼。啊，那英语讲叫 match 啊。对。麻子好朋友，麻子哈，日语讲麻子。哦，好，重点咱唔是要讲这个意思呢，这意思大家拢知影。咱就讲是按照那有一句话出来，这开始叫做文化，就讲语言的文化。是。首先呢，什么叫西中？西中吼，就讲咱一般来讲，在形容人一个人啊啦，真忠心。真忠心。甚至呢，愿意呢为对方付出一切。付出性命，是安尼吗？包括性命吼，这个西中嘛吼，西中嘛吼，就讲袂变心无对啦。对，无论石头的烂，海水的大，你无给我带，毋是啊。好，这西中大家较知影吼，这较无啥吼。换贴的。是啊，那叫换贴的，是换什么贴？这换贴吼，当然啦，就是咱这听就讲这叫结拜兄弟啦，结拜。就这朋友吼，始终安那咧，咱来结拜一下。就讲用一个仪式，结拜啦。是所以因为朋友之间吼，因为感情呢，安尼，马家什么程度呢？马家呢，想要来做结拜做兄弟啦。袂输兄弟。透过这个仪式，就是兄弟啊，就对啦。哦。甚至佫比兄弟佫较亲啦。因来讲，因两个个性会合嘛，唔叫什么结拜吼。是安尼。咱真是拢为正面的哦。万要安呢，对方若有困苦艰难的时阵，会当呢互相安那相助，是对不对？你袂拄好时，我甲你斗协助啊；我袂拄好时，你安那吼，互相照顾，就一大堆啦吼。好，这是一个背景啦吼。重点呢，就是讲吼，结拜的时阵哦，互相安那。既然一个结拜先，就要有一个仪式嘛，对，有迄个见证嘛，所以结拜的时阵就安那互相交换，你的生时日月，你的年月，年月日啊，讲生时日月，这是八字吗？对，就是交换这以前的人认为这最重要，对不？唔对，就讲哦，将你的这个结拜时互相交换呢，用一个贴啊。用一个贴纸贴吧，好不好？贴吧的时阵，就写你的名，下骹就写你的这个人讲八字，人讲生时日月啦，按年月。过来，再加这个贴吧吼，内底再写结拜的原因。是安那结拜的原因，就写咧结拜。那结拜了时阵互相要为对方做什么代志安尼吼？安尼更较重要。爱请神明见证，一般的拢是关公，关老爷、关公，关公讲忠甲义嘛，对，所以就爱请这个神明来见证，安尼所以你了解什么叫换贴啊？贴的是安那？你小换吗？对啊，都你写你的啊，好无？都咱像咱讲租厝拍 K.O. 无哈？好不？是，有，就这样就分嘛，就换贴嘛，我的呢交你，你也交我，换贴，你是不是已经家己上介重要的资料已经有对方啊？意思就是讲，我甲我上重要的信任你，我甲上重要的物件交互你啊。用今来讲，就是安那，就是
各自啦，对不对？不过老师，因为各自无代志。对啦，我知啦，我知。时代无共咯。不过迄阵啊，就是上重要，表示讲我这拢愿意甲你讲。叫我教好你啊，我教好你，啊，你教我大家换贴嘛。表示讲吼，咱两个已经无分啊，就对啦。无分啊。是。所以咱现在来讲哦，始终兼换贴。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，搁再将家己的资料、家己迄落经过这个生命的见证来。和对方呢互相有一个这个连接，安尼叫做始终兼换贴。是，老师，这我想到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《投名状》，吼，伊是不是嘛是差不多安尼意思？对，但是迄属于较功学上的款，无共款啦吼，不过可能类似啦，类似，对，就大家都结拜嘛，大家都换贴嘛，吼，结拜换贴，始终兼换贴嘛。好，其实吼，我真正唔识讲这呢。真的哦，无老师要讲啥？我真正吼是要引起吼，今仔可能时间无一定有够吼。咱主持人会记起咱伫台湾的伫这个2019年的5月17，5月17日，咱台湾呢有通过一个叫做同性婚姻的法案，叫做同婚法案，对不对？法案吼。而这个港职党的5月24，就是一礼拜后5月24呢，就所有呢这些人呢，拢会当依法登记，是依法登记吼。这香港叫做亚洲第一部的法律，这当然是好啊唔好，这当然这爱时间来印证啦吼。我要讲的就是讲吼，是按怎过去咱咧利用这个结拜，这个换贴。老师今嘛讲的是有一寡隐喻啊，吼。对，吼，当然后来发展是较正面的，大家都感情足好啊，吼。是。不过伫这个未这款的正常发展进程的时阵呢，可能唔是咱想的安尼。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，可能以前嘛是有安尼的情形所以因用结拜。来做一个处理社会的认定，社会的就讲两个咧结拜所以因两个不是咧做伙就 OK 啊。嘛是以前伫古早的社会内底，对这个代志较无法度遐尼接受的时阵，因就透过这个护身符的对啦吼。对。这内底吼，这内底就牵涉到17世纪吼大汉的时代的故事哦。简单来讲咱感受有民间定咧讲吼，这个笑话讲来讲吼，有这个妇人人吼，都骑动人车吼去摔跋倒啦，头去磕着伤啦，什么意思？他个歹意啊，头去磕着伤啦，叫头磕伤。这种就笑亏啦哈。听众朋友爱听有吼，头磕伤你要用台语摔跋倒吼，头去磕着伤吼，头磕着伤嘿。我会记起早期的时阵吼，咱的区委会吼、科委会吼，捌发文吼，各机关团体的学校呢，讲以后吼写这个课伤吼，袂使写课伤，爱写刺伤客兄。你知意思无？你讲就是讲，即咱讲这个客兄吼，这个客兄，你写课伤读起来嘛是客兄，你写这个客约的客嘛是客兄，其实吼爱写客兄，就是契约去契。所以老师，你即马契约契的这个契兄是，较是真正，咱一般来讲客兄，不是迄个客人去客，迄是过去登记写唔对的，所以客委会安尼这个公文是正确的。所以伊即嘛是甲咱讲，咱若伫咧外口，咱讲直接较白啦，讲这找人讨客兄，迄个客兄是客约的客嘛。对。所以爱写字，就是因为客委会认为讲，阮客人的兄哥，你袂当甲扭曲去。迄过去嘛登记唔对的。是。伊讲的是无拗慢的，是正确的哦。这个甲咱这个换贴的有关系啦。所以后来，所以我嘛要朋友朋友报告哦。其实这个客兄不是在指查某的，好，所以客兄到底是指什么？客兄客弟对不对？是，咱今时间的关系，咱后摆后厝的这个阿正先的报道，再甲听众朋友分享。我是当牛，我是阿正，多谢你收听今日阿正先的报道，咱后厝再会，再会。
上阿正先的报道由教育电台高雄分台制作，当洪正教授主讲，当牛主持，多谢收听。